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真正是有够幸运，才开50块就变1万的大富翁。台南的南区一间菜馆行，5月中旬开出着4亿的头彩，幸运的得主才开50块就着头彩，特别包一包大包的大红包，66万送予菜馆行。菜馆行嘛真够做。 除了把部分的钱来寄付予慈善团体，嘛伫今仔日送出着200张的大乐透，搁来送100外粒的肉粽甲100外粒的包仔，要互大家烧饭福气。 菜馆行的外口放炮话，因为开出着4亿800万大乐透的头彩。看卖菜馆行的外口排队是排甲长长，又要看袂到排队的尾流，甚至也有警察来指挥交通。业者分号买牌，就是为着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。5日在这天，本菜馆肉粽也有包仔，有民众半暝就来排队抢头香。4点来，来这边抢头彩，看能不能中个大奖。5点半，买就早，有买就有机会啊。菜馆行内底嘛有袂少人来买菜馆，希望在线会当保庇，变成是后一个幸运的人。我当伊物件无够歹势啦。头家娘电话接袂煞，台南南区一间菜馆行伫咧5月份开出一张4亿800万大乐透的头彩，而且这个好运的人，敢若开50块，用电脑来拣号码就得奖，随后包66万的红包予菜馆行。店头家除了甲部分的钱捐予慈善团体以外，佮送菜馆肉粽也有包仔予民众。肉粽一个50块，大乐透1张，这个150份，然后最后就50份就是这个1张彩券，2个包中。我们要回馈客户，好，大家好高兴一下。开小看钱得大奖，真正有够好运。唔那带动菜馆行的买气，其他人客嘛拢想要来分一寡喜气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